转了一次地铁，终于到黄大仙祠了。这个地方我前2次来香港都错过了，但是今年必须要去一去，因为这里据说是有求必应啊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也要来求一求。这里好像是1945年才建成，但是据说是非常灵验啊，这里。当时我弟弟考大学的时候，我舅舅就来这里求的。当时求的其实只是早稻田，能够考上早稻田就不错了。结果考上了东大。这里每天晚上6点钟都有奖金，晚上6点我们正好演出开始。这个只能以后有机会来香港再来听这里讲经。这个黄大仙祠旁边都是这种算命的，这里是叫解签。看这里黄二仙二黄，镜子要不要解个签？好的呀。92。问什么？问小孩。问小孩求子。不是，已经怀了。已经怀了。你喜欢生男的还是女的？对，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。今年多大？今年27。属什么？属老鼠。Later。朋友们，30块签完了，上签。大师看了镜子的面相和生辰八字，就说绝对是男丁。生1胎男丁，2胎还是男丁，男丁生还是男丁，你们家子子孙孙都是男丁。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？大师肯定是知道来问的人，他如果说是女孩，可能人家会不开心。当然我们是无所谓，男孩女孩都喜欢，这个保存着。在我们前面有一个女的算说能不能找到对象，大师就跟她说了，你在我这里算完呢，出门就能今天能找到男朋友了。我觉得这个解签啊、算命什么，真的是心诚则灵，也不能太当回事。